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九月七到盐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96岁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伫车背过身，9月19日举办国葬，所落来会由查尔斯3世来做英国国王。代替国将造成万分，已经影响超过5万名旅客。中昼修理好势，下晡阁歹去，有的车帮10万点半钟以上。中秋暝天气不稳定，而且风台梅花直咧晚金，明仔载可能会转做中度风台，按算礼拜就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新闻一开始，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96岁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伫当地时间初八来过身。正做女王的伊丽莎白二世继位70年，是英国史上介久的君王。接落来会由大汉后生查尔斯来做英国国王。真侪民众也来到北京汉宫边啊献花点蜡烛，表示对伊哀悼。北京汉宫初八发布声明，证实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伫初八过身，享其寿96岁。伊丽莎白二世伫2天前，趽伫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堡接见上阵的特拉斯，各一名伊做首相。不过，女王伫初八传出身体不爽快，伫医疗团队建议之下接受医疗监看。查尔斯王储、威廉王子等王室成员拢去探视。新任国王查尔斯发声明哀悼心爱妈妈甲女王过身。去年4月，女王的先生菲利普亲王99岁过身，互伊心情影响真大。不过，伊依然为人民奉献心力。This is a duty I'm especially happy to discharge, as the impact of the environment on human progress was a subject close to the heart of my dear late husband, Prince Philip, the Duke of Edinburgh. She was the very spirit of Great Britain, and that spirit will endure. She has been our longest ever reigning monarch. It's an extraordinary achievement to have presided with such dignity and grace for 70 years. 过去英国王室成员过身，拢会用特定代号传达秘密消息。英国女王过身的后续行动，暗号是伦敦桥行动，随去伫2天后会移灵北京汉宫王主席。在北京汉宫外口就算落雨，依然有真侪人拍破向过身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致敬。无论是英国人，也是外国游客，听到女王过身的消息，拢感觉真艰苦。Every important moment in modern history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she's been an integral part of, and she will be missed. 在因的报纸、国家盗版拢看出女王过身的消息，也报道查尔斯3世做英国国王。政府人士也学到女王伫70年来对英国的贡献。She has inspired us, on occasion comforted us, and always personified values we hold dear. Our longest serving and greatest ever monarch. Above the clashes of politics, she stood not for what the nation fought over, but what it agreed upon. 前王室采访记者想起，若国家变成危机，女王就会挺身而出。Everybody knew who the Queen was, and I think that this country is going to take a little bit of time to readjust and to the fact that she's no longer going to be here. 这前王室采访记者指出，女王伫拜二任命新首相时阵，虽然因为健康状况无好，不过依然笑稳稳，这就是伊互大家会记得伊的方式。公司新闻陈慧仁编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过身了后，会由大汉后生查尔斯来继承王位，正做查尔斯来3世。不过，按照王室的传统加英国的法令，也是要有正式的宣告加加冕听书，按算伫咧当地时间初17天登基即位。I, Charles, Prince of Wales, do become your liege man of life and limb, and of earthly worship. And faith and truth I will bear unto thee, to live and die against all manner of folks. 1969年，也无满21岁，查尔斯由伊的老母，也就是拄过身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正式宣告正做王位的继承人。一直到女王过身，查尔斯依循王室的传统来继位，已经超过53年的时间。也就是讲，查尔斯继位正做英国国王的年岁已经接近74岁啊，比伊老母在继位时只有25岁，是加半世纪的时间。虽然讲是君主立宪体制之下的虚位元首，不过无论是女王也是国王，拢是英国的重要代表。查尔斯的全名包含4个名，意思是查尔斯·菲利普·亚瑟·乔治，伊是选头一个正做未来的称号，这也是新任的国王头一个决定。
当年亲像古代帝王有所谓的登基大典相款，查尔斯要正式被称作是国王查尔斯3世，也是要有一定的程序。英国当地时间7拜6，圣士迪也真重要的圣詹姆斯宫由上议院的议员、伦敦市长这社会现事所组成的会议，正式来宣告前任的国王继新，新任的国王即位并且宣誓。所来则是来到西敏寺，遵照历史上丁福者威廉对1066年所立下的传统，举行新任国王的加冕仪式。到了爱德华5世，敢若像做着暗杀。甲爱德华8世为着婚姻的问题，家己退位，无伫西敏寺接受加冕以外，包含伊丽莎白2世在内，总共有39位英国国王伫西敏寺正式来登基。新任国王查尔斯3世正做第40位。高市新闻齐嘉玲编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过身了后，官方遂启动应变措施伦敦桥计划。这项计划进程拢无公开，不过根据着英国媒体报道讲，这伦敦桥计划内容是真有。对这个安怎宣布女王过身的消息，到丧礼安排规模，甚至到 BBC 的主播爱用什么款色水的骨带，拢成无记过。伫爱激动唱国歌，祈求天公伯母庇，只是最后也是爱甲女王来道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当地时间9月7日过身，全球哀悼。随着女王过身，大号伦敦桥的计划也启动。伦敦桥计划是英国政府对着女王过身时特别的做法。听讲伫顶世纪的1960年代制定了后，每年的更新几啊摆，伊一直无正式对外来公布。英国卫报2017年捌公布部分的内容，指出这个计划范围对公告、仪容、葬礼规模等拢真详细，并且指出 BBC 新闻团队已经为此规划模仿30年啊，连报道主播领大设置拢已经事先规划过。Palace has just issued this statement. It says the Queen died peacefully at Balmoral this afternoon. 另外，伫女王过身的第一时间，王室的先用伦敦桥倒啊这个别句来通知首相，也佫包含各界官员的私密。We are all devastated by the news that we have just heard from Balmoral. The death of Her Majesty the Queen is a huge shock to the nation and to the world. Queen Elizabeth II was the rock on which modern Britain was built. 英国王室政府网站随后也拢换到乌色的怀抱，进入哀悼的状态。计划加过身迄天号名正做D Day，第二天也就是 D Day 加1，计划为国王的查尔斯3世会伫伦敦接见首相，并且发表全国演说。D Day 加2，女王的移灵到北京汉宫。D Day 加5，这个移灵到西敏寺，开放互民众来看女王的遗容。国葬是伫 D Day 加10来举办。英国国家通讯社报道，全国哀悼时长42天，期间会放96响的礼炮，向这位英国在位时间上长元首致上最高的敬意。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今仔日是中秋连假的头一天，不过这代替元林到花旦之间，对昨开始因为设备故障，全台湾的火车帮拢有慢军。经过抢修，今仔日中昼有暂时恢复双线通车，不过到下晡却佫出现故障路，所以因为这款的故障，拢总影响到超过5万名的旅客。交通部长王国材除了会实的以外，也强调代替有真侪设备拢上过旧啊，伫维修保养拢爱佫再进行检讨。中华大川这个边高道故障，民众冒险骑车经过，代替虽然派人抢修，不过当地交通是乱糟糟。上班族的人拢在骂呢，骂讲吼，伊奖金拢无去啊，拢袂赴时间上班。中秋连假初9开始，七八度真侪人提早回乡，或就是出去佚佗。不过代替元林到花坛之间，为七八早起开始，因为记得去设备故障，全台列车拢慢分。混乱的场面出现在中华花莲顶各大火车站，有的列车甚至5点超过1点半钟。因为因提早讲啦，我提早，我足侪回来，楼梯的足喘啊。号志故障还没修复好，那影响旅客数大概300多位了交通部长王国材初9早起视察北车的疏分，到柜台了解旅客坐车情形，也了解列车延误状况。强调是因为记得器设备故障，列车受延误，向受影响旅客回失的。里面算是比较老旧的，算属于第一代的哈。那我希望说赶快包括新的更换，以及这一段也没有备援了哈。
我也期待说赶快做一些备演，然后做一些更新。经过工程人员28点钟的抢修，车到中道暂时双线恢复正常。大体统计有超过5万名旅客受影响。公国财表示，大体有真侪设备老旧，维护保养等权会搁较积极检讨。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中秋连假头一天，高速公路透早就真侪车，比平常时也是加6%到7%的车流量。高公局预测讲，明仔载顶半天落南的车会较塞，若下晡了后，可能是上北的车会较侪。若讲到要去到宜兰往回宜兰方面咧，不管是上北落南，对早起开始车就会真侪咯。车一直来国道5号苏澳服务区头前5公里，已经出现白热单60度的车潮。中秋连假第一天，苏花界落南车侪，透早5点外就开始，有民众惊塞车，天还未光就出门咯。桃园哦，什么时候就出发？清晨4点半。4点半。对。苏澳分局也赶紧派员警指挥交通。国五南港到石碇啊，为早起9点开始，一直到下晡，拢是时速70公里以下红色警戒。高公局提醒，连假第一天，国五也是车侪，不过不管是路南还是上北，拢会塞车。南向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呢，一样从早上开始就会有车流出现，大概从10点开始，北向的车流就会开始出现。早起交通部长王国材也早分担礼盒甲奖金交予北部交通中心的同事。高公局有讲，70早起车条以路南为主，建议用路人早起6点以前，或者是中昼过后出发。下晡上北车条会增加，建议为南部出发的民众早起9点进前上路。中部出发是伫中昼12点以前，也应行替代道路，避开车条。记者综合报道。气象局表示，这2天啊，各地头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拜六是中秋，即中南部、东部地区较有机会看到月亮。那轻度风台梅花，按说明仔早起就转做中度风台咯。卡路是较晚台湾，上近礼拜就发布海上风台警报。这大型游览车到花莲海洋公园，中秋连假第一天无到10点，已经未少为外县市全家出佚佗的人陆续入场。海洋公园有讲，第一天有2500人入场，3天连假会有13000人。因为我们朋友群有很多小朋友，来花莲了4、5次了，还没有来过海洋公园。跑去哪里了呢？好天气，欣赏海西巡警队演出了后，去起耍别的设施。连假前2天，不止东部好天气，全台各地拢是侪云好天。不过拜六暗时，大台北、东北部山区甲基隆北海岸会出现连山地降阵雨，那像月娘都要看是不是有好运气。在中南部跟花东这边看到月亮的几率其实都还是蛮大的。那至于在北部地区的话，由于雨区会比较是在深夜的之后才会进来，是上半夜大致上还是看到月亮还是有机会。礼拜2连假最后一天，水汽进一步增加，因为今年第12号风台梅花路径向西修正，会靠晚向台湾。在今天到明天的这段时间，导引气流还是比较明显。不过到了后天周日之后，它的整个导引气流会开始逐渐的变得不明显，特别是在下周1、2、3的话，基本上它的移速会相当的缓慢。气象局表示，梅花风台按算拜六早起转中度，外围环流礼拜1开始影响台湾，到时阵北部甲东北部落雨状况会较明显。根据上新的预报资料，上近礼拜2或者是拜日，可能发布海上风台警报，陆续风台警报要搁看伊未来走向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各位观众朋友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34020个本土病例，中重症有120人，死亡个案有55例。上届少年的死亡个案是一个9岁查甫囡仔，伊本身无慢性病，也无注过疫苗，感染之后出现急性脑炎，住院2个月，由院救不回来。新冠本土疫情继续拖，初9拜5是增加34020例本土病例，比顶礼拜5的同期是增加537例，去1.6%。全台以新北市病例数是破7000例上济，中重症有102例，死亡的55例。死亡的个案内面上少年的是9岁查某囡仔，伊无慢性病史，嘛无注过预防针。5月中确诊，后壁是出现目睭复视这症头，敢若是急性的脑炎，住院2个月。
同款是不幸8月中过身。今年囡仔当前死亡当中31个。截至今日，儿童重症总共204例，包括脑炎31例。肺炎22例，心肌炎1例，败血症3例，下火10例，家中死亡7例。本土的BA.5疫情严重，即马一天的确诊数是破4万例。中秋节连假过后，是毋是阁有一波高峰？外界正注意。有医师分析，这波BA.5疫情大多数拢是轻症，而且个人自3档预防社已经到72%，社区画到无通报的乌数恐惊是真侪。按后礼拜一天确诊数应该维持在4万。大概最高峰的时候也差不多就是。每天差不多4万，应该就是已经到达它的极限了啦。因为我们那时候还要在想我们从第一线有看到蛮多的一个黑数啦，就是有很多家庭居家感染，那其实也不想通报的。指挥中心强调，无禁止民众伫中秋节还是重阳节来办项目这活动，但是爱遵守定定洗手、滴嘴暗，和无特定的人数保持社交距离这防疫措施。项目的时阵，若是无食物件，上好甲嘴暗闭咧。无完整组预防社的是大人还是囡仔，是无建议参加。记者综合报道。疫情当要严重，不过卫福部昨向公告讲，对后礼拜四开始会限制清公费的清冠1号的使用对象，未来65岁以下12岁以上的民众，若准无同前的风险，就要家己开钱买，大约要开1500块到2000块。不过，中医师团体就伫咧抗议讲，政府无应该伫疫情开始滚价的时阵来调整政策。指挥中心早起有临时开会，表示民众若准有发烧2天、会嗽会喘，经过中医师的诊断，也是会当提供公费的清冠1号。新冠本土疫情搁再升起来，真侪确诊者选择实行中医师，并且食中药的清冠1号来消毒症状。因过未来清冠1号可能需要家己自费，5天的疗程，一个人差不多来开1500到2000。疫情感觉又开始升温了，那清冠1号的这个需求应该也是会上升的，那等于是民众的负担就会比较大。卫福部伫咧中秋节连假进前宣布，自15后礼拜四开始，限缩公费清冠1号使用对象。未来65岁以下、12岁以上的民众，若是无同情风险因素，将无法度各用公费来食清冠1号，就敢若是直接取消大部分确诊民众的公费补助。而且中医师工会全联会也发声明抗议，新制度适用的对象加西药、抗病毒药物同款，完全拢无考虑清冠1号治疗的安全性甲疗效，批评政府无应该伫咧落雨天修雨伞。台东基督教医院的儿童专责医院都拿清冠1号再让确诊的儿童吃，目前看到的疗效也都非常的好。为什么的适用范围要排除儿童？主要有3项啦，就是说他们在这个如果有发烧，那还有就是这个喉咙痛的部分，比较严重的喉咙痛，还有这个呼吸有喘的部分，这个部分他们依中医的这个条件也可以开立这样子。疫情指挥中心强调，即马只是甲清冠1号的适用对象明确化，未来确诊新冠肺炎，若是连续2天烧拢袂退，有嗽、会喘、脑痛，或者是食啉有困难的人，只要经过中医师诊断，医院会当开公费的清冠1号。因果若是已经食西药的抗病毒药物，就不当搁再同时食清冠1号，以免产生副作用。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看国际新闻。中共20代伫10月中要来召开会议，中国是加强这个防疫管控，而且官方宣布，中秋到10月底会实行强化防疫，无疫情的地区也要做常态化核酸检测。也因为这封城的关系，伫四川成都宣布封城要搁再延长7天，伫贵州就传出讲民众已经摇3天的消息。另外，已经封城37天的新疆伊犁，有网友伫咧网络顶头打出一段影片，讲这囡仔发烧烧到真悬，所以拢无法度送病院。不过这影片过无偌久就随叫摕掉啊。中共的20代就要伫10月中开啊，敏感的时阵，中国是国加强防控措施。中国国家卫健委特别宣布，10号的中秋节到10月底会实施强化防疫措施，就算是无疫情的地区，嘛要做常态化的核酸检测。旅客需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乘坐飞机、高铁、列车、跨省长途客运汽车、
跨省客运船舶等交通工具。中國堅持動態清零防疫，外國媒體 CNN 報道，20大進前已經封74個城市，3.13億個人口，已經封城7天的成都，初一個宣布國延7天，目標是1禮拜清零。貴州市初5開始實施4天的靜默管理，但是初一傳出有民眾是買無物件，要3天無食飯。另外，雖然中國官方表示新疆、海南的疫情防控效果真好，風險是總體會當控制，但是已經封37天的新疆伊犁州，真濟網友是伫微博講伊封城了後的狀況。囡仔發燒到40度無就去病院，還有老人想要結束性命，發文馬上無去。在家1個多月，就莫名其妙的就陽了，然後把我們帶到這兒來打幾個電話。人家竟然在睡覺呢！網絡頂佫傳出講有民眾佇厝因為受壓榨大聲話，結果互警察和防疫人員拍。根據中國官方的通報，才被增加1404例新冠肺炎病例，本土有1292例。真濟封控佇厝的民眾反映講疫情並無較好，唔知影當時才會當解封。記者綜合報道。美國就自家公布自2022北京全球媒體影響力報告，台灣去互認定是受中國影響非常大所在。報告也講，北京已經透過新媒體戰術甲策略，被製造一寡錯亂，損害台灣的外交關係。不過，台灣的抵抗能力也是全部國家內面上界懸的。中國唔但有自信戰，也有這軍機來擾亂，曾過一隻上尾遐無人機破過海峽中線。美國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西九公布2020年北京全球媒體影響力報告，顯示中國影響力對2019年開始有所增加。台灣伫85分內底摕55分，被評做受到中國影響是真懸。報告指出，中國雖然無官方媒體甲官員佇台灣，然而北京已經經由新媒體戰術甲策略，想要來製造在地分歧，損害台灣外交關係。其中有一條的包含台胞證，就讓我感覺到什麼？即使你不聽話，但也是我們的孩子啊！中國利用網絡紅人對台灣進行領地的作戰，製造大量假信息，慢慢取代運用傳統媒體影響力。不過報告也指出，台灣抵抗的能力是74分，是全部國家內底上懸的，顯示台灣民眾對着中國官方媒體高度的懷疑，更加經由政策甲立法來回應。其他國家這2-3年才開始警覺到北京對於他們的國內的媒體的穿透跟影響的時候，事實上我們可能已經經歷過20-30年。譬如說不斷的去跟民眾之間的教育跟溝通，我覺得這都是其他國家目前相對而言比較做不到的。那媒體影響力，中國對台灣的軍事動作更加是無中斷。這邊有45架次的中共軍機來侵略，其中更加頭一擺證實一架次 TB001無人機超過海峽中線。這款被稱作雙尾機啦的無人機是共軍現役上大型的無人機，兼具偵察甲作戰的功能。所以這個反映出中共它對於這個無人機體系就是越來越就是依賴。那在這些無人機就是在戰時的時候可以發揮戰場的一個偵測，還有目標的標定，還有這個彈着點的這個修正。在於馬祖西南面8.5海里，高度2000場機，請立刻離開馬祖中央管制區。中共的軍機軍艦在軍事侵略不斷，中秋連假頭一天，軍事部已經記錄到不明的航機進入馬祖中端管制區，和咱國台北電視台2擺廣播來驅離，是近年來真少看到記錄到的民航廣播的驅離。記者綜合報道。北韓在初八舉行最高人民會議，由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提出而且通過11項法令。這法令也包含着核能武器的使用權這個條件，這代表北韓發展核能武器是無要停落來意思。因此認為講美國堅持北韓愛放棄核能，是要消滅北韓政權。就算面對更多制裁，北韓也是未放棄。北韓的領導人金正恩今日喺會場佇歡呼聲甲捧花車內底坐落來宣布開始會議。北韓初八舉行最高人民會議，由金正恩提出甲通過11項包括核武使用原則甲條件嘅法令，而且禁止任何無核化談判。 우리의 핵을 놓고 더는 흥정할 수 없게 불퇴의 선을 그어놓은 여기에 핵무력 정책이 폭파가 가지는 중대한 의의가 있습니다.
在项法令内底，包括最高领导人有协会全部决策权利，在指挥控制系统受到敌人攻击的威胁时，会马上自动对敌人展开攻击。另外，嘛继续评估外口的核武威胁，加强核武的质量甲数量。金正恩在会议内底表达对美国的无信任，认为美国做无核化的谈判是要逼北韩放弃核武，改善北韩的政权。加上面对美国10年、100年甚至是1000年的制裁行动，北韩有关无法度放弃发展核武。 지구상에 핵무기가 존재하고 제국주의가 남아 있으며 미국과 그 추종 무리들이 반공화국 책동이 끝장나지 않는 한 우리의 핵무력 강화 로정은 끝나지 않을 것입니다. 外国媒体报道，北韩在宪法内底讲家己是有核武的国家，不过新法令并不说明用核武的关键和条件，而且允准大型发动核武的攻击。美国前总统川普甲金正恩举行全经会真济届，有关要让金正恩放弃核武的开发。对于北韩的新法令，日本已经表态讲绝对无法度接受北韩发展核武甲飞弹，威胁日本甲国际社会和平稳定，会继续甲美国甲南韩合作，尽力实现北韩完全无核化。 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澳洲伫初九通过气候变迁法2020会伫2030年减碳43%。那年底伫咧埃及要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进程要伫咧开罗举行论坛。开发中的国家是国在呼吁国际社会，就要用金钱援助产车国家来对抗极端气候。 在绿党甲独立议员支持之下，澳洲联邦参议院初九以37票比30票通过气候变迁法2020，将2050年达成净零碳排，2030年减碳43%的目标入法。气候变迁甲能源部长鲍文指出，法案向世界展示澳洲会致力减碳，澳洲政府会按每年公布减碳进度。 And what we've seen is 10 years of underinvestment in renewable energy and in electricity generation. That's what the Act is all about, sending the message to investors that Australia is open for business. 敢若靠一个国家宣示也是无够，年年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扮演全球减碳政策火车头。今年 COP27 11月要伫埃及登场，进行先伫开罗举办论坛。 24个非洲国家参加，批评工业国家无出色，强调非洲排碳只占全球3%，撮合极端气候影响，根本无钱投入调适的工作。The fact that it's costly because in many cases, countries, developing economies, are pushed to borrow at a very high cost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priorities for adaptation. 埃及总统塞西表示，为即马开始到2050年，要减缓甲实行每年需要8000万美金的经费，包含埃及在内非洲国家，要向国际社会呼吁，援助开发中国家，会是即摆 COP27的重要诉求。环保团体国际气候行动网络认为，若以开发国家无顾开发中国家要求，无提供充足的资金 ，COP27注定会失败。记者综合报道。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来别墅，总统蔡英文代表台湾政府甲人民向英国政府表示哀悼，也向英国国王查尔斯甲家属表达慰问，感念女王一世人为世界和平伫咧贡献。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过身，总统府表示，总统蔡英文代表政府甲人民向英国政府甲大英国业的人民致上亲切的哀悼之意。 并且向继任的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甲王室的家属致上诚挚的慰问，表示台湾甲英国共心，感念女王一生为世界和平甲繁荣的贡献。外交部长吴钊燮同时也致电英国驻台的代表邓远汉先生 John Dennis 代表，来表达同样的慰问之意。伊丽莎白女王2世的逝世，不仅是英国的政府跟人民的损失，国际社会也失去一位领袖的典范。 伊丽莎白2世是世界史上在位上久的女性君主，是稳定英国政局甲皇室袂当欠的力量。因过因为伊无实质的政治影响力，伫咧英国的对外政策影响并无大。在稳定跟延续上面是值得我们去肯定她的因为英国女王她是虚位元首，我认为她对台英未来关系的发展是比较小的。 因过因为英国的新任首相特拉斯崔拉拄才上任，伊进前把几多遍公开宣示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所来是毋是维持
对中国强硬，台湾甲英国的关系要如何强化，一块观察。他也明确的表达说，他不会到访台湾但是同时间他也会强化跟台湾的关系。但是也不会因为这个台湾的关系而激怒中国大陆，使得这个台英关系也陷入一个僵局啊。林克勤讲，早伫咧2月，英国国会透过辩论通过挺台动议，就让看出英国打算要加强甲台湾的关系。再加上最近经贸数字增加明显，台湾如果伫咧印太地区扮演重要的角色，台英之间的关系未来会当期待。记者综合报道。英国女王别说，世界各国的领袖也拢表示哀悼。联合国安理会就全体默哀，美国白宫甲国会也降半旗。拜登总统也含夫人去到英国驻华府大使馆致意。国际政要名流吹背，拢对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过身表达唔甘甲对思，也俄罗女王70年来所展现的韧性甲责任感，一个打动人心的幽默甲自卑心。美国白宫一个国会吹背拢降半旗致哀，总统拜登甲夫人吉尔亲身去英国大使馆，伫悼念簿顶头签名留话。女王在位期间会见过13位美国总统，前总统小布希回忆讲，女王1个月可以到最近临下到地，形容女王真有智慧、有魅力、头脑真好。前总统奥巴马俄罗女王的优雅、品味加认真的工作态度吸引全世界。台英国协成员之一的加拿大总理杜鲁道伫咧镜头前含着目屎，讲女王对加拿大人的服务永远是历史重要的一部分。She was one of my favorite people in the world, and I will miss her so. 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吹背全体站起来默哀。秘书长古特瑞斯俄罗女王是联合国的好朋友，致力伫咧真侪自然甲环境的事业，并且伫咧格拉斯哥 COP26 大会发表感动人的谈话。法国总统马克宏俄罗伊丽莎白二世是善良的女王，是法国的好朋友。德国总统施坦迈尔对女王伫咧离任了致力德国甲英国的和解表示敬佩。Königin Elisabeth II. hat Krieg erlebt, hat aber auch erlebt, dass Krieg in Europa überwunden werden kann. Und sie hat selbst dazu beigetragen, die Wunden des Krieges zu heilen. Großbritannien hat Deutschland die Hand zur Versöhnung gereicht und die Hand der Versöhnung war auch die Hand der Königin. La reina Isabel será recordada como una de las mejores reinas de todos los tiempos, por su dignidad, sentido del deber, coraje y entrega a su pueblo, siempre y en todo momento. El Reino Unido y el mundo están hoy de luto. 中东、南美、非洲、亚洲各国的媒体伫第一时间拢有报英国女王过身的消息。巴黎、纽约、里约热内卢、泰拉维夫等地地标拢用灯光表达哀思。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位超过70年，伊的头像伫英国真侪所在拢看会到。不过，新国王查尔斯3世在位了后，有真侪物件拢爱做改变。连这个英国国歌内面的女王也爱改做是国王，会被顶头的头像也爱换做查尔斯3世。Today, the crown passes, as it has done for more than 1,000 years, to our new monarch, our new head of state, His Majesty King Charles III. 宣布王冠传予查尔斯3世这一刻，英国人的生活也发生变化。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1952年登基了后，在位超过70年，肖像遍及各个所在，包含国歌喜被忧伤祭福、政府标牌等等。即阵随着伊的离开，这事物拢要来变更了。首先是英国人唱超过70年的英国国歌，随着女王的继承，原先的歌词《天佑女王》会恢复真多，天佑我王。再来是出国一定爱有的护照。
原先护照内文的以女王陛下的名义，会改做以国王陛下的名义；女性的伊也改做男性的伊。佮再来是民众每家爱用的货币，现行货币顶面印的是伊丽莎白2世肖像，未来新制货币会改做查尔斯3世肖像。另外，要邮票、邮筒，放甲邮政会印制查尔斯3世头像的新邮票，来代替女王的头像。另外，邮筒顶面代表伊丽莎白2世字样，未来制作新邮筒时也来更换。头前所讲的这天外工程是真大，英国媒体有估爱用几啊年，甚至是几啊10年的时间才有法度来完成。不过，这改变是慢慢来渐进的，像是货币会生活久的，因有女王肖像的旧货币继续来流通，结果用查尔斯3世肖像的新货币慢慢来取代。护照也等民众需要换时阵才来更新。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国际调查研究机构有公布一份上届新的研究，因为欧美市场的消费性电子需求量是大大减少，这记忆体计数也一直在落，已经严重影响到全世界记忆体上届大件公司三星的营收。今年第3季，咱台湾的台积电营收恐惊会当拼过三星。台积电来自于先进制程的一个营收比重，我们估计到了明年的下半年的话，应该可以突破60%以上。今年台积电的总裁魏铁家郑水奎表示讲，台积电5奈米的量产已经到第3年，加起来生产200万片，全球的市占率是第1。8月营收公布超过2181亿的台票，比去年同期成长58.7%。今年1月到8月营收加起来是超过1兆4301亿，比去年成长40%以上，创历史新高。今年3奈米制程的一个导入，它的客户包含了苹果、Intel 的 HPC 的相关的客户，营收的推升，就是说站在比较乐观的状况。国际研调机构 IC Insights 的研究报告指出，全球前3大的半导体产业第2季的营收，三星大约是226亿的美金。暂时排第1，台积电第2季181亿排第2 ，Intel 148亿排第3。但是最近消费性的电子需求减，记忆体继续一直落来。三星是全球记忆体上大厂，营收是受到真大的影响。按第3季三星的营收，一季减了2成。台积电第3季的营收按有可能超过200亿美金，一季增加11%，电脑超过3成比龙头。三星在出 memory 价格跌，三星的营收会影响。但是台积电呢，它的客户呢价格完全没跌，它现在先进制程还是蛮窄。不过，半导体研究分析师认为讲，三星集团事业体真大，有记忆体、面板、晶圆代工，还有电子产品等等。若敢若看晶圆代工，本来就输台积电，但是三星是推测3奈米，比台积电动作紧1季，只是物件的量率是比袂着台积电，较无受到市场的介意。台积电爱稳做龙头厂，可能爱等到2025年2奈米量产了后才知。记者综合报道。苗栗头份中华路附近，今早起9点外发生水道水管逼破意外，这水甲6个娃仔拢冲入去徛街，为着要修理这水管，就要先停水，害这个头份德南有8万外户暂时无水通用，可能要等到半暝啊才会修理好势。黄色土水一直为涂骹浮出来，面体厝头前的监视器，佫翕到花骹倒过画面。苗栗头份中华路初9早起9点发生自来水管憋气的意外，水公司紧急将水关起来，不过水退了后，四界拢是着挂满，互民众佮店家唔知要如何是好。来不及了，没有店家会想说这种事怕是我要预备沙包的。同一个位置哦，也是这个位置吗？对，这几年前啊，我忘记了。几年前有一次，我在这边快30年了，对，就碰过2次了。民众讲透早4点外就看到水泄出路边，再去逼管了后，路边才出现大坑。佮讲当地已经不是第一摆逼管，所以怪面对停水的问题，只好先买水来应付。对面买了，这样。水塔还有水了？应该很勉强哦，因为有洗衣服那些哦。用水源比较大，没有要忍耐啦。自来水公司表示，逼管是暗号在即，管径1000毫米的输水主干讲，因为抢修工程关系，到份德南地区紧急停水，有8.1万户受影响。爆管的主要原因呢，因为我们这一条是水泥管线哈，大概已经埋设了30几年了，现在都在开挖
在进行开发当中哈。那我们预估这个抢救时程大概会到半夜哈，大概凌晨左右。区中心表示，已经调到附近水管强型，甲下晡4点为止，已经开放7万户供水，初步估算到70透早才收好开放供水。不过中秋连假地港都大停水，互民众真怨叹。记者综合报道。满心期待的中秋连续假期，想不到去到迄个所在，才发现讲这个行程煞全部乌有去。伫高雄呢，有一间飞鱼假期旅行社，中秋进前业者煞熊熊走路，影响到800外旅客，甚至有这个旅客是去到小琉球，才发现讲这旅行社已经倒去啊。加在合作的民宿业者愿意甲接待，不过伫小琉球有真侪店家甲这间飞鱼假期旅行社合作，到今拢无摕到钱。中秋连假要去小琉球度假，游客透早就来坐船，不过有不少人买团体旅游套装行程，无法度去，因为旅行社无有见倒去。安排好，可是现在取消了，那我也不晓得怎么处理。他要求我们一定要汇款，就是一定要汇现金这样。倒去的业者是高雄飞鱼假期旅行社，专卖小琉球绿岛顶离岛团体旅游行程，有人开办买小琉球套装行程，要人2万5；买绿岛包套行程，拢无法度去。小琉球当地甲旅行社合作的民宿餐厅业者也很欠钱。就是旅展那边就是卖套装行程，说谁谁谁什么时候来，然后住几天。有什么内容这样？就会报人数过来这样。哦。以往的话，我们就是说以月结的方式啦。欠业者的钱为4万到20几万，拜五早起旅行社拢无人。不过前一天执行长出面受访，表示是受疫情冲击，资金无法度周转。开了10几年了，抵不过这3年的疫情。邀约或者是代收转付收据详实的这个交易过程资料能够提供给我们品保协会。高雄品保协会表示，旅行社有200万的旅游责任险，无甲部分大看旅行社，也有偌济行政能力。初步估算，差不多800外旅客受影响，消费者应准备好付钱的物件，向品保协会申诉理赔。记者综合报道。唔知观众朋友，你的故乡，你敢知影有啥物款的好食的物件，通好佚佗所在，通好互小解别人呢？讲到这疫情是改变着真侪人的生活。伫假期有一阵姊妹啊伴看到地方产业受到影响，所以因就成立一个物流直播平台，透过网络来小解公益团体甲店家产品，增加行销管道。5、4、3、2。大学、部落、甲民间团体3边产管学共同合作。推动阿里山南下经济永续方案，甲计划直接伫阿里山部落做产地直播，希望透过线顶的方式，拉近消费者甲生产者的距离。大学无啥物，就是少年囡仔上济，科技嘛是较进步吼，所以咱就希望讲，咱会当用大学的力量来，甲这部落来做一个合作，会当甲因这个产业嘛好，因咧文化的附赠。除了伫产地做直播以外，团队每一礼拜固定一届，夜市来做直播。小解物件是招拢人，拢是因亲身去食过，还有在地内行的才知影的好料理。我们其实也不是专业直播主，那我们主要是想要介绍家己的厂商甲遮的人的故事。平台除了协助销售，协会伫文化产品嘛真用心。创办人之一的孙玉晴，伊嘛有艺术经理人的身份，平常时嘛伫咧推动地方的文化。最近嘛伫咧溪口客家文化馆主导策划展览，也若兼任嘉义市母语文化教育协会理事长的林家辉，当伫咧筹备以野球为主题的台语绘本，甚至伫咧直播的时阵加入台语教学，带动大家做伙来学台语。所以，阮母语协会唔若讲以前是一个组织推广嘉义母语教学。唔过咱现做线顶，我嘛逐礼拜做直播，我甲全部的老师拢变直播主。家己旅游会社当初是因为疫情来成立的，不过一路行来，有真侪人甲因支持，互因更较坚定要互地方发展的心。后一届来到家己，除了食好食的、欣赏美丽的景致，嘛会当停落来感受家己这份旅行的力量所带来的新风貌。记者罗斌自念新闻家己报道。
新店五峰乡甲苗栗交界所在有一个关部国家森林游乐区，因为风景水生态阁丰富，假日时定定有真侪游客来遮行踏。县政府伫8月底开始有新开一条，即高铁站到关部的巴士路线，所以因为人伤过济路，即摆也决定讲伫假日时拢会增加到6个车帮，要来服务民众。美丽的风景加上丰富的生态环境，关部国家森林游乐区。海拔高度1800公尺，互大家合作分的故乡。因为风景区内底有真侪条步道，只要等着假日、甲礼拜，拢会吸引不少人来这佚佗。感觉很好，因为我们目前退休就没有在开车了，所以有这一条线，因为时间比较长嘛，所以坐起来很舒服又安全，然后自己又不用开车。人家在的话，自己坐着这样欣赏看风景比较好。因为游客数量增加，新北县政府对8月底开始新增加高铁新德站到关部路线往回巴士，每天4个车次，礼拜阁会另外增加2班次。观雾就是我们金门大坝、尖山黄金大坝相当好的一个景点的部分，每年有数十万的游客的部分，透过这样的一个观光景点来欣赏山林之美。那这次我们特别开始了这样的一个观光公车的路线。希望透过这个方式减少大家开车上山，不管是路途所造成的一个遥远的不适，以及我们未来可能够更轻松的来青山进山的一个方式。县政府提醒大家，因为车次座位有限，想要坐车的民众，就先打电话，也是网络线顶号位，才袂去耽误着行程。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伫咱台湾停奥多巴的停车费差不多是10块至20块，不过伫咧法国巴黎对9月开始，这只气候的奥多巴要收差不多台票60块到90块的停车费，引起民众不满。因批评巴黎市政府袂晓体谅民众辛苦，不过骑电动车的民众确实唔免纳钱哦，就让伫咧开始考虑讲要换电动的。就参像伫台湾，政府会委托民间公司处理汽车违规停车拖吊的问题。即马伫法国巴黎街仔路顶头，嘛会看到即种巴黎市政府委托的民间公司的工作人员，四界伫巡看卖，是毋是有机车乌白停，还是无按照规定交停车费。因为自9月开始，巴黎市政府就规定机车若停喺市中心，1点钟要收3块欧元；停伫较郊区的所在，1点钟停车费是2块欧元，差不多就是台票60块至90块。但是一摆上久，敢若会当停6点钟。若是无交停车费，一摆爱罚款25块欧元，差不多台票770块。若是无停喺机车的停车位，甚至爱罚台票4000几块。这会对机车收停车费的新规定，互真侪骑机车的人非常不满，甚至烧酒去巴黎市政府外面抗议。因讲这对需要骑机车通勤的人来讲，实在真无合理。Les personnes les plus touchées par cette mesure sont les personnes de la couche sociale moyenne voire basse, qui n'ont pas le choix d'habiter en dehors de Paris parce que les loyers sont bien trop élevés, et qui doivent venir travailler à Paris et qui n'ont aucune alternative autre que le 2 ou 3 euros autorisé。事实上，这对机车收停车费的新规定，是针对使用汽油的机车。若是新型的电动机车，停车油源拢是免钱的。巴黎市政府主要是想要鼓励民众换骑较环保的电动机车。专门伫卖电动机车的头家讲，自从宣布要实施新规定了后，来店里问电动机车的人客已经增加4倍到5倍。On rencontre beaucoup de clients qui sont déjà sur des scooters à essence à 95% et qui souhaitent passer sur des scooters électriques pour justement pouvoir continuer à bénéficier du stationnement gratuit。巴黎市政府讲，因当然知影这项新规定一定会引起骑机车的人一寡反弹甲不满，但是市政府希望会当透过新规定来解决机车所造成的臭味声、空气污染，还有塞车的问题。记者甘恩恩编译。对古早人的世界来拢真好奇，澳洲和印尼的考古学家经过2年研究，讲伫咧加里曼丹生活伫31000年前古石器时代人类，已经会晓做这款斗鸡手骨、斗鸡骹这款奇奇的手术咯。考古团队在2020年伫印尼加里曼丹地区一个偏远的山区的洞穴内底，找到这个古纪年代大约是31000年前的人类的骨头。古石器时代离即阵大约对250万年到1万年前，所以伫遮发现人类的骨头，毋是讲真罕的快。毋过考古人员发现，这副骨头的倒边的骹筒这个所在有记长的情形，当时也安装假脚。另外，研究人员也证实，
风纪长的骨头后来也继续伫成长，显示这个患者当时也是真少年，而且伫伊的脚长去并且安装假脚了后，这个人伊阁活至少几啊年的时间。That pairing or the match between those records is implying that those processes were part of the surgical procedure which allowed this individual to survive, which we know that they did. 伫这项发现进前，人类已经知影上早出现的假脚假手是在7000年前。第一点相当伫即阵的发觉，印尼加里曼丹的考古结果公布了后，毋但甲假脚假手出现的历史大幅度向前来推进，也有考古团队知影讲，古石器时代医学的先进的程度是超过大家所想的。美联社报道指出，要进行这款的外科手术，医师必须爱真知影解剖学，同时手术前到手术后，病人的刺激甲感染拢会使完全的控制，病人才有较大的存活机会。这摆的考古发现也证明，史前时代已经有这款的医学水准咯。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伫美国纽约有建商为着要推动英式建筑，伊就用原木甲一寡茶来代替钢筋按摩图起一栋6层楼的公寓。还佫这电甲冷气拢是使用太阳能甲电力，也设有这电动车的充电站。咱做伙来看卖。行入去这间公寓的厝内，会当看到天棚、地板，甚至窗仔门框拢是茶的。这栋公寓是伫美国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区。对外口看去，甲边的公寓拢同款。不过其实这栋公寓唔是用一般的钢筋控股力起的，是全纽约市第一间大型全部拢用茶器的建筑物。Timber is a renewable resource. Trees are growing. We're at a timber surplus. There's plenty of wood available, and so as an alternative to concrete or steel, it's a beautiful material that makes incredible spaces to dwell in. That.is a sustainable way to build. 6层楼高的建筑物全部拢用茶器，真特别。根据2021年的国际建筑规范，18层以下的建筑物会当完全使用全部拢是用茶结构的建材来起。所以，这么伫太平洋西北部的国家，就真侪大型全部拢用茶器的建筑物。就连欧洲也有用茶做大娘的建筑物，美国的威斯康星州密尔瓦基市，也有一栋25层楼高，下骹是钢筋控股力，顶头是茶器的复合式大楼。年底进前的员工用茶来起厝，是为了要减少建筑过程的拖卡量。这栋用茶器的建筑起了2年半，伫今年5月完工。用的茶是来自华盛顿州的洋青仔树，也叫做北美黄杉。为了要大量使用伫咧牛、地板、天棚、窗仔门框，建商把这款茶做做建筑用的集成材。对一般人担心的茶会导火，也有特别的技术效果。就算是真正拄着火灾，外口烧过了会变做做完的茶炭层，会让亲像钢铁共款，长时间保持厝的结构。这栋公寓有14间主体。提供免到60万美金的单人套房，到300万美金的3房的主体，即马已经卖12间，但秋天正式启行就当搬入去住。公视新闻陈思东编译。囡仔真喜野蚌甲汤姆士小火车最近新一季有一个新角色，是一台有自闭特质的火车。负责配音的查甫囡仔同款有自闭症，制作单位也希望讲会当互外界对自闭症这款疾病有更较侪了解甲体谅。Do you want to try that again? Give me a break. Yeah. Give me a break. Get it? Give me a break. Get it?这台叫做布鲁诺的全红仔色5分仔车，就是上新一季汤马士5分仔车内面的新朋友。负责配音的贾生啊，和这个角色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因拢有自闭症。He is funny, smart, and he's a very relaxed character. He can get really overwhelmed. He can get worried, but and he uses comedy to get past situations. 布鲁诺伫剧内面是一台真快乐的5分仔车，伊知影所有的轨道，较介意照计划来。欢喜的时阵会启动伊的蒸汽机，伫咧伤吵的时阵，嘛会喷水烟来保护伊的耳仔。家己嘛有自闭症的贾生仔讲，伊嘛无法度接受噪音，对角色真有感觉。Elliot brings to this role is his joy and enthusiasm, his autistic experiences,
and just brings the character to life in telling Bruno's story and being part of the Thomas gang. 帮助配音选角的英国国家自闭症协会讲，真侪自闭症的囡仔拢特别介意汤马士5分仔车这个红仔戏，因为爱伫轨道顶悬规律驶的火车，含拢是数字的火车时间表，互因是真有安全感。即马这出红仔戏是加入自闭症囡仔的角色，唔但互汤马士5分仔车的故事更加好看，嘛互大家会当更加了解自闭症的囡仔。It's greater that they are representing autistic characters, and it makes me feel very happy of that. 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宜兰到新竹对23度到31度，苗栗到云林对22度到32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32度，天后金门马祖对25度到32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伫新闻最后，祝福观众朋友大家中秋快乐！我是嘉豪，咱再会。Thank you.